接下来呢，待会由 DJ 阿奇以及峰哥呢，主播峰哥一起来迎接大家的4强以及8强的比赛。现在场中呢，甲场地的比赛是由水中 A 对上快很准，目前要晋级到8强取4强的阶段。 大会报告，请国中女子组勇敢牛约书亚到移场地进行等待。大会报告，请国小男子组猎鹰我很帅到丙场地进行等待。 大会报告，请国小女子组手指头篮球梦到丁场地进行等待。好，现在甲场地的比赛8取4已经结束了，快很准跟水中 A。 待会呢，即将要迎来的是另外一场甲场地精彩的赛事，大家也可以把目光看向这边，待会也有现场的直播。大会报告，请国中男子组大轮、大成 AB 到甲场地进行等待。 好，现在甲场地要进行另外一场的8取4的比赛，由大罗马对上米阿利，大罗马对上米阿利，这一场比赛即将开始喽。 好，身着蓝色球衣的是米阿利，黄色球衣的是大罗马。好，现在大罗马拿球投篮没进，米阿利在外围拿到球，3分线上，准备进攻了。Pass 篮下 ，2 point 2分 ，Nice play。 好，篮下得分。好，篮下造成了犯规。大会报告，请国小女子组小可爱、潇潇到丁场地进行等待。大罗马执行罚球。 米阿利的犯规，加油！好，目前比数双方1比1，比赛还有3分37秒。米阿利在外面的运球投篮没有，球出界。 大罗马7号投篮没进，米阿利拿到球。
好，现在移场地也来帮大家来关心一下。好，目前比赛还有1分钟，7比4。哦，女主这的比赛依旧对抗激烈当中，教练喊出暂停。好，持续把目光看在假场地，目前还有2分47秒，1比1。大龙马拿到球，准备来切入转身，好球，这一球没进。一场地的暂停时间到。好，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呢，每一个场地呢都非常的热烈，甲乙丙丁4个场地同时来进行比赛。待会呢，我们目光冠亚军战也会留在甲场地当中。乙场地目前6比4。比赛进入到倒数的阶段，45秒钟。大会报告，请国小男子组猎鹰我很帅到丙场地进行比赛。好，目前乙场地呢还有30秒的外线出手，没进，切入到篮下犯规。好，裁判哨音响起 ，traveling 走步。好，乙场地进行换人，甲场地2比1，裁谋，大罗马喊出暂停。好了，两边的小组讨论一下。哦，待会也可以请大家把目光持续留在我们的甲场地，有现场的直播之外，哦，也有呢现场的转播。好，暂停时间到。好，乙场地女生的比赛依旧6比4，倒数3、2、1，时间到。恭喜获胜的队伍。请国小男子组猎鹰我很帅到丙场地进行比赛。好了，甲场地的比赛1分24秒，3比1。好，目前2比2。甲场地2比2的比赛，还有1分05秒。大罗马外围的出手跳投没进，篮下依旧没有。Basky 得分净算。目前进入到43秒倒数的阶段，3比2。黄色球衣的大罗马暂时领先1分。要来执行罚球，加油！罚球没进，米亚利拿到球，目前1分落后，外线，篮下队友补进，3比3，倒数30秒。好了，把握时间，传到篮下，一个转身，左手没进球，米亚利拿到，再一个转身，球出界。剩下14秒，3比3。关键的一次进攻，蓝色球衣的米亚利能不能拿下比赛的胜利？出手，差一点点，倒数5秒钟，准备了外线关键的，好。正规时间到3比3。好，根据规则呢，延长2分钟的比赛时间，加油！谁赢谁就进入到4强，先得2分哦，先得2分。好，先得2分的
就拿下比赛的胜利了。大罗马篮下出手有了4比3，轮到米阿利的进攻。哇哦，球出界，蓝队球，裁判吹哨了，米阿利球权。OK。 好，进攻时间为例，要把握住。4比3，目前蓝色球衣的米阿利暂时落后1分，黄色球衣大罗马4分，再拿下关键的1分。Offense foul， 进攻犯规，球权交换了。 选择外线，哇！如果进了，比赛就结束了。可惜没有，队友犯规。米阿利球权，目前战况焦灼。 好了，选择外线的出手。大会报告，请国校男子组大溪地香山 A 到移场地进行等待。再来，连续2个外线的出手都没进，依旧停在4比3的比数。请国校男子组大溪地香山 A 到移场地进行比赛。好，大罗马篮下，哇，差一点点，还是没有。 第3次的补篮依旧没进，第4次。啊，大罗马掌控了篮板的优势，连续4次的出手没进，造成了犯规。关键的1次罚球，如果这一球罚进，就顺利晋级4强了。大罗马。OK，bam， 比赛结束，5比3，经过了第1次连场加时，以2分之差。 击败了可敬的对手米阿利，恭喜！好，待会假场地点是大轮对上大成 AB， 大轮对上大成 AB 的比赛，一样是要进入到4强。好，身着白色球衣的是大轮，黄色球衣的是大轮 AB。 要进入到4强的其中1场比赛，加油！裁判执币之后，来看一下是谁来先进攻。身着白色球衣的大轮先来进攻了。好，同时移场地呢也来进行比赛了。 假场地的比赛刚开始，篮下拿到篮板球，算了一下出来没进，再一次篮下补进，率先得分的黄色球衣的大成 AB， 外线的出手，队友依旧抢到篮板，再一次补进没有。 大轮拿到球衣，传到外围，好，发生失误了，球滑掉了。
大成 AB 潘成武上来没有，大伦抢到篮板。大伦出手，裁判哨音响了，剩下3分07秒，1比1。好，篮下得分取得2比1了，1分差距。好，裁判哨音没响，计时器的进攻时间没注意到。比赛继续，黄色球衣大成 AB 掌控球权，外线。哇，可惜了，这一球可以变成2比2的机会 ，miss 掉。大伦没进。好球，大伦 AB 3分了，2分领先，3比1，还剩下2分05秒。大伦要不要在外线的一个出手呢？好，进攻时间到了，威力球权交换，大伦 AB 掌控这一波进攻的球权。潘成武比了一下，传到内线，一个小组的配合 ，bang， 好球！篮下进球，还造成了犯规。屁股落地之前拿下了分数，朱元佑的加罚 N1。稳稳的5比1，4分的差距。大伦要小心了，外线没进，篮下补进的时候犯规，好球。大伦 No.2 2号来罚球了，好，缩小了差距5比2。时间有限。一个转身没有抢到，大伦加油！还有1分钟，好球出界。好，裁判认定球出界呢是大伦 AB 的球，传到篮下，造成了犯规，准备要来罚球了，5比2，时间停在51秒 ，51 second。好球，6比2，选择外线，大伦。大伦 AB 外线依旧没有，篮下抢到篮板，再一次补进2分，拿下第7分，还有30秒，不能放弃，加油！大伦的外围，进攻时间还有，好，进攻时间到。time out。家长地喊出暂停了，7比2，时间还有15秒。
好，暂停时间到。倒数15秒的时间。Pulls up like we do. No one does us like we do. Always go hard with this crew. Welcome to the show, let's make moves. Nothing's gonna stop us, it's not to get rough. Turn the whole room up, it's never enough.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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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Yo, let's go， 加油！加场地准备喽。好，现在呢，激烈的比赛即将要进入4强的比赛了。甲乙丙丁4个场地都要争取到4强的机会。好，我们把目光呢持续留在我们负责的甲场地4强的比赛，大成 AB 来自桃园的队伍对上大罗马，同样来自桃园的内战，加油喽！ 好，现在大家停留在的是中原大学来参加原客青少年3对3篮球赛全国总决赛啦。我们也感谢呢科教委员会来集结了很多的单位一起举办。现在场上进行的4个场地都是。大会报告，请国小女子组雕削到丁场地进行比赛。请国小女子组雕削到丁场地进行比赛。 现在4个场地都是进行4强的比赛。好了，加场地开始比赛喽！黄色球衣，大成
大罗马对上白色大成 AB。大会报告，请国。You don't even know.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aid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omebody save your soul 'cause you've been sinning in the city. I know too many troubles, all these lovers got you losing. 外线出手拿到2分喽。好的，同样回击一颗，各拿下2分。大成 AB 对上大罗马。大会报告，请国中女子组 TYJH1以斯铁到丙场地进行比赛。 'Cause I'm in need of something good right now. We could be screaming till the sun comes out. And when we wake, we'd be the only sound. Get on my knees and say your friend change round. That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That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That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My flesh is searching for your wisdom, this don't ever deny. I'm like a stranger, give me danger, all you're wrong to the right. Secrets on my way through the freeway, you're a keeper of crime. String of conviction, grapes of wrath can only sweeten your wine. 大会报告，请国中女子组 TYJH1以斯铁到乙场地进行比赛。请国中女子组 TYJH1以斯铁到乙场地进行比赛。 We could be screaming till the sun comes. 再来一个外线的出手 ，bang 2分。目前4个场地都来进行4强的比赛，甲场地大罗马对上大成 AB。 好了，棒球出界。Asky 篮下得分净算。
大会报告，请国小男子组大溪地香山 A 到丙场地进行比赛。请国小男子组大溪地香山 A 到丙场地进行比赛。好了，棒球出界。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乙场地 PYJH1 来自新竹的队伍对上来自高雄的乙斯铁，加油啦！大家都来争取进入4强的比赛。好，身着红色号码1的乙场地的是乙斯铁，来自高雄的队伍。蓝色号码1的则是 PYJH1。好了，女子组也进入到4强的比赛，待会要来进行编号25、26、27、28的4强决战。好，加场地，现在来喊出暂停。第一场地也来喊出暂停了，双方暂停时间到。要来进行罚球的乙场地 PYJH1 有了顺利得分。加场地再来一个外线，好了，加场地的比赛结束了，11比15，4分的差距。另外呢，在乙场地还有53秒，4比2。现在乙斯铁来进行罚球，恭喜他们进入到4强。比赛持续在乙场地以及甲场地、丙场地来进行。大会报告，请国中男子组就斗马快很准到甲场地进行比赛。更正，请国中男子组就斗马快很准到甲场地进行等待。
好，现在甲乙场地的比赛都要晋级到下一场，争取4强的队伍。好，甲场地呢是来自新竹的快很准，以及来自同样新竹的旧斗马 Play Ball Enjoy the game。好，蓝色的是甲场地新竹的旧斗马，白色球衣的则是新竹的快很准。乙场地待会也要来进行下一场的比赛。目前比数都还停留在双方拉锯的阶段。下场的进攻时间到。目前甲场的1分50秒4比3，乙场地待会要来进行下一场的对决。All right， 加油！丁场地也打得非常的激烈。好了，今天星期六呢，大家拿出浑身解数来争夺今天最好的成绩，加油啦！切断篮下，造成了犯规。甲场地就斗马对上快很准。
还有2组4强的机会。好，待会呢要国女的冠亚军，我就要交给我们的峰哥来跟大家报告了。PYJH1 对上勇敢牛。ASKI 得分净算 ，N1 加罚1球，就剩着蓝色的旧斗马来进行发球。好，轮到了快很准的进攻，两支同样来自新竹的队伍正面交锋。哇，犯规，小心！ 比赛持续，将由快很准来发动这一波的进攻，加油！好，目前比数6比5，1分差距，时间倒数20秒。 进攻跳投造成了犯规，快很准即将来进行发球。大会报告即将进行国小男子组季军战。我很帅，大溪地到宜场地进行比赛。Always do it on my own, so I gotta get through it. And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o love 好，比赛继续来进行。 give up, never slow till I finally prove 那我要进行国男组的季军战。 I just wanna keep moving, keep my head up when I act. Head up, that's a fact. Never looking back, I'ma keep myself on track. Keep my head up, staying 准 strong. 备开始喽！比赛持续。 I don't belong, tell my thoughts to move along. Push myself to be the best. Die with no regrets. Live with every 好的，比赛时间到。 and I had so many dreams. Then you hit your teens. 好，身着蓝色球衣的旧斗马获得另外晋级4强一组的白色球衣的快很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也恭喜他们，同时也谢谢旧斗马。 Everything I do, I'm just being genuine. Yeah, I'm sick of being screwed. Feel my own adrenaline. Yeah, I do just what I do, and I hope you let me in. Yeah. 大会报告，甲场地即将进行国小男子组冠军战，猎鹰香山 A 到 A 场地到甲场地进行比赛。 好，待会甲场地要进行国男季军战。 Show you every side, yeah, how you can get it back.
好，国小男子组的季军战在甲场地，来自苗栗的香山 A 对上高雄的猎鹰 ，A 来场中就位喽，加油！好，这是冠军战，冠军战。好，接下来冠军战的时间，我们把主持棒交给峰哥。大会报告，请国小男子组猎鹰香山 A 到甲场地进行冠军战，请国小男子组我很帅大溪地到乙场地进行季军战。
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午安。现在开始今天，也就是2023年元课青少年3对3篮球赛决赛。首先登场的是我们今天小学组男生的比赛，一个上篮，球没进，篮下补进，得分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刚刚得分的是来自香山。香山队是来自新竹啊，但是他从苗栗的赛区里面脱颖而出，一个双手端篮的上篮，结果是被判犯规，要罚球2次。罚球的是身高非常高的，有174公分的林凯成，这一球进。现在打成1比1平手，好，要由香山队来进攻。2号，一个立定跳投，篮下没进，再拿到篮板球，在右边底线做一个翻身之后，再往篮下切硬上得分。现在2比1。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呢，是比赛时间是5分钟，当然谁先拿到21分，就是胜利的一方。要往篮下挤，被包夹，结果是争球。球一旦碰到争球呢，是由防守方来进攻。往篮下切，一个箭步上篮，结果是判。进，而且还要加罚1分。现在的比分是3比1。罚进连拿2分，现在比分变成了4比1。香山队现在已经以4比1领先。哇哦，很快，在篮下也是插板得分，回敬1球，4比2。带球的是174公分的林凯成，林凯成再把球给拿下来，往篮下挤，被包夹得很严重哦，哇，球传出来，结果是超过进攻的时间到，再由香山队来进攻。在篮下一个跨步，球没进，继续由香山队取得进攻权。漂亮，结果球没进，林凯成再把球给拿下来。林凯成身高有174公分，在篮下插板得分。现在是比分变成了4比2。在篮下，这个中距离的投篮非常的准啊！香山队现在已经取得5比3领先了。
现在双方把进攻的节奏放得很慢，林凯成3分球长射，球不进，出界，要由香山队来进攻。今天的这场国小男子组的比赛冠军赛呢，是由高雄的猎鹰队穿黑色球衣对决白色球衣来自苗栗的香山 A 队。香山 A 队的这位球员身高有173公分，林敬腾刚刚上篮没有进。猎鹰队有机会再把分数给追进一点，这球没进。往篮下硬闯，结果球碰到篮筐还是没进。3分线长射球进。大会报告。现在是。冠军我好像裁判是认为这球是1分，脚踩3分线，5比4。手指头至 A 甲场地进行等待。国小女子组季军战由小可爱弹了2下没进啊。林凯成再把球给拿出来，林凯成今天拿了很多篮板球，有机会再投进。已经把比分给扳平了，现在双方进入热战，比赛剩下最后40秒钟，球不进，香山队的投篮没进，再把球给拿下来，要传球的时候造成出界，被高雄的猎鹰队把球给拨出界外，仍然是香山队的进攻。现在比进攻时间还有35秒钟，国小组的比赛呢没有进攻的限制，这球哇哦！这个我们这位2号的选手林敬腾身高不但高，而且篮下投篮也是非常的准啊，再度取得1分的领先。一个跨步插板得分，再度追平，现在只剩下10秒钟。5秒阶段，这球打到篮筐没有进。所以比赛时间到现在6比6，应该要进入延长加赛。那么延长加赛的规则是，只要先得分的一方，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哇！只要先得分的一方就获得胜利。换句话说，不管是你是投在3分线外投进2分，或在3分线内投进1分，只要投进或者罚进，都有机会赢得胜利。好，现在是高雄的猎鹰队往篮下硬闯，哇哦，这个球应该是被判犯规，要重新发动进攻。这球因为不是投篮的动作，并没有罚球。这场没想到今天第1场的冠军决赛了，就扣人心弦，打成了延长赛，没有机会再投，这球没进。香山队拿到，林敬腾身高173公分，基本上今天这场比赛，这场冠军赛好像是2位常人的对决，篮下没进，香山队再拿到篮板球，把球送出来。林敬腾，篮下被封阻下来了啊，被林凯成盖了一个火锅。长射球不进，林凯成球不进，林敬腾把球给抓下来，一个立定跳投球进，哇哦，这个算是黄金进球。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是7比6，由来自苗栗代表香山 A 队的这个选手呢，林敬腾、黄义凯跟何威志7比6获得胜利。恭喜小南是来自于苗栗的，我们也恭喜香山 A 队获得总冠军。2023年的元课3对3篮球赛里面呢，拿到国小男子组的冠军。当然，高雄猎鹰队是获得亚军。我们立刻是要进行冠军的 T 恤，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啊！立刻，我们的主办单位立刻
赠送他们非常漂亮的球衣。这是代表冠军的球衣。当然，来自于高雄的猎鹰也拿到了国小男子组的亚军，最终的比分是相当的7不容易比6。冠军的球衣上面还写着“Champion”，我们的主办单位非常的用心啊。即将进行国小女子组冠军战，由雕鸮对上手指头，至甲非常恭场地进喜行苗栗香山比赛。 A 队林敬腾、黄义凯、吴威志拿到冠军。好，我们现在比赛这边暂告一个段落，我们请主持人来为几位选手来加油打气。好，场上的同学，甲场地目前所进行的是国小男子组的总冠军，也是来自我们苗栗的香山 A， 再次给我们热情的掌声鼓励。今天第一组的总冠军诞生了。是，香山是新竹，是新竹嘛，对不对？好。啊，了解。来自新竹，但他们是因为报名的时候参加是在苗栗的场次。好，接下来是国小女子组，雕鸮跟手指头。在比赛一刚开始呢，他们会互相交换纪念球衣，象征的是我们的族群融合，大家互相以球会友，这一刻原来更团结。好，雕鸮队还有手指头队，现在两队呢一样哦，这个交换球衣也代表先礼后兵了哦。待会就要进入到总冠军战了。好，基本上不管是谁赢谁输，能够走到冠亚军，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没错，因为是全国赛哦，这样陆陆续续打上来，已经是一种余量之争的情节了哈。两个都非常的厉害。那当然，刚刚的国小男子组来自于高雄的猎鹰，其实也表现得不错了。大家也给国小男子组来自于高雄的猎鹰一个掌声鼓励好吗？大会报告：国小女子组季军战由小可爱对上枝芽 A。好，国小女子组的同学，来，我们互相握个手，互相握个手，互相握个手，互相握个手。哎，是哈，在这个冠亚军之战的一刚开始，大家表现这个友好。好，待会呢，卸下了纪念球衣之后，就要好好的来比拼一番。好，目前甲场地马上要进行的是国小女子组的冠亚军比赛。接下来我们会将时间交给我们资深主播峰哥来我们转播。
好，现在是第2场的决赛，由国小女子组来自苗栗的手指头迎战南投的雕鸮队。手指头队呢是穿白色球衣，在篮下投篮得分的是王以山。2号刚刚投进之后加罚球没有进，还是1比1平手。白色球衣的是苗栗的手指头，往篮下运一个晃人，再往篮下切插板得分，是由白色球衣的手指头代表苗栗的手指头队拿到2分。2号的王以山还要准备再加罚1球，比分是2比1，球3比1。好，现在轮到南投的雕鸮队来进攻，可惜这球失误，被手指头队给拿下来，往篮下压，要一个左手的反勾，球不进，再被雕鸮到2号胡恩典给拿到球。哇，这球应该是没有碰到篮筐，球出界。继续要由穿白色球衣的苗栗手指头队来进攻。现在手指头队是3比1领先，比赛刚刚开始，还有3分20秒。雕鸮队2号胡恩典转给3号的庄以安。往下篮下投篮，球已经到了篮板的后缘去了啊！这球是被判犯规，要由南投雕鸮队的3号庄以安，身高160公分来主罚。这球没有进，对手手指头给抓下来，做一个晃人再往篮下切，还是没进。这球被拨出界外，要由南投的雕鸮队继续来进攻。好，现在他们进攻的阵势拉得非常快，哇，篮下有个大空档，上篮左手插板得分，追成2比3，仅差1分。双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啊，没机会，再把球给压出来。刚刚投篮的是苗栗的手指头队，球没进。再投是雕鸮队啊，是来自南投南光小学的小朋友。哇哦，这个篮下。等于在右边的底线投篮得分了，再把比分给拉开来4比2。手指头队现在取得2分的领先，一个长射球不进。1号的林小爱把球给抄下来，他虽然个头不算太高，但是非常的灵活。一个传球打板，球进，已经变成了5比2了，分数有点拉开的趋势。南投的雕鸮队现在要重新组织攻势，把球再给压出来。1号投篮，球碰到篮板，距篮筐比较远一点。这球在自己传球的时候不小心球出界外，应该是白色球衣的球，苗栗手指头队的球。时间还剩70秒钟。王以山交给林小爱，再压到篮下，给3号的彭佳瑜篮下，再拿到1分，现在已经取得6比2了。
准备一个过人，可是碰到一个阻碍，球给丢了。这个骑马射箭球跳了2下，球没进，被身材高大的选手文典给拿下来。这个长射球进，3比6。不过时间剩下20秒钟，双方的比分有差3分。在一个超球要做一个地板球交接的时候，球出在界外。最后的13.2秒，苗栗手指头队的进攻。现在他们只要把时间给拖完，大概这个冠军应该是不成问题。在最后读秒阶段，球不进，最后比分是6比3，要由苗栗的手指头队以6比3打败南投的雕鸮队，拿到2023年元客3对3篮球队女子国小组的冠军。好，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主持人。好，马上呢要由冠军的队伍来穿上圈片冠军的球衣。好，麻烦是我们来自苗栗的手指头队。好，待会签完名之后，请尽速回到场上哦。我们工作人员要将冠军球衣交给您。我们先恭喜手指头队获得冠军。是的，恭喜国小女子组手指头获得总冠军。当然，雕鸮也是获得我们的亚军。是的，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哦。好，那我们穿上冠军球衣之后，来一张合照。待会呢，在闭幕式的时候也要上台来领奖。恭喜你们！来，我们来到场中间。哇，厉害厉害！好，来，3位看起来有点累哦，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冠军开心的笑容？是，其实从一早打到现在啊，真的有一点累了。从我们分组的循环赛，再到8强的单淘汰赛，一直走到总冠军，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没错。当然，雕鸮的表现也不错啦，今天能够走到前4强都很不容易了。是的，是的，现场的朋友们，给我们国小女子组手指头队一个热情的掌声，恭喜他们！谢谢。第2座总冠军诞生啊！苗栗赞啊！我好开心啊，我特别开心。真的哈，因为自己地主、自己家乡，对自己家乡的人得奖哇，真的是特别亲切啊。没错没错。我们的上一组是来自于新竹的香山啊，对，对他参加的是苗栗的组别，对。哇，代表其实参加苗栗的组别，目前已经是2座总冠军了哦。可以哦，可以期待一下喽。哎，接下来呢就是国中男子组跟女子组，到底是谁会拿到总冠军？对，马上就要揭晓了。是的。好，待会在国中女子组的部分是以斯帖跟约书亚。哇，这2组在刚刚晋级的时候，其实我跟曼曼在旁边，对，哦，看到高血压呢哦。哎，真的有一支晋级的队伍是最后1秒的时候3分。对，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啊。2队其实呢都没有想要放弃，对，分数咬得非常的近啊。能够走到这一步，其实呢，大家都不想放弃，真的，对不对？其实有时候冠亚军就在那1分之差，就没有到最后一刻，都还不知道输赢啦哦。是，所以要坚持到最后。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场上的状况之后呢，马上要进行国中的男子组、女子组的冠亚赛了。国中女子组冠亚军由勇敢牛对上 PYJHE， 请至甲场地进行比赛。国中女子组季军战由约书亚对上以斯帖，到乙场地进行比赛。好，来，我们约书亚跟以斯帖的选手们，我们要进行一个纪念球衣的交换仪式。
一样交换球衣。好 ，OK， 好，我们快速移动您的脚步。好，摄影组的大哥。 好，约书亚跟以斯帖是国中女子组要进行的是季军战。好，我们一起交换纪念球衣。好，交换完毕之后握个手，握个手，然后合照。啊，拢家己的啦，家己人安尼啦吼，无要紧啦，啊，都拢家己的你，嘿啊。OK， 好，马上进行比赛。 Just like a spark that's breaking out. Can't make a stop, can't turn back now. We know that there's no room. 好，我们接下来要为您进行的第3场冠军决赛是国中女子组的决赛，要由新竹的培英国中 PYJH1 这支球队要穿红色球衣，这支球队要迎战穿黑色球衣的苗栗勇敢牛队。那么勇敢牛队呢，是来自竹南国中的篮球校队啊。这2支球队呢，过去也曾经在很多比赛有过交手的经验。今天当然是在我们的2023年的元客杯3对3篮球赛第1次碰头。好，红色球衣的培英国中 PYJH1 一开始就来一个长射空心球，得分的是10号的卢逸飞，2比0领先啊，应该是1比0领先啊，刚刚是算是2分球。卢逸飞再把球给拿下来，哇，被抄走了，抄走球的是5号的詹颖桦，一个长射球不进，球出了界外，哇，很漂亮的给拨回来，在篮下是结果是没有回场啊，应该要先出到3分界外，再把球做重新的组织进攻，结果这球得分不算，还是1比0。穿黑色球衣的勇敢牛队再来发动进攻，这球可能被对手给碰了一下，球不进，把球传出来，一个长射球不进，刚刚投篮的是9号的严永之，好，10号的王延宁把球拿下来，给14号的张林可欣长射球不进。篮下要再补的时候，造成了对手打手的犯规。现在这个球要来罚球，罚球的是10号的黄延宁，身高162公分。过去在各个大小小的比赛都非常有实战的经验。这球罚球没有进去，一个垫步。晃一下，还是没机会把球传出来。得分的是7号的林玉恩，现在取得2比0领先。哇！不过黑色球衣立刻还以颜色，现在比分变成2比2。刚刚是一个长射得分，这球在失去平衡当中把球投进去了，3比2。不但投进，还造成对方的犯规。现在要罚球，罚球的是培英国中 PYJH 9号的严永之，球没进，篮板球给对手给抓下来。
这球长射球不进，篮下挤成一团，照样由黑色球衣长射球不进，再投，结果球没碰到篮筐，球出界了。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穿黑色球衣的勇敢牛队，也就是来自苗栗的勇敢牛队，它属于苗栗竹南国中的这个篮球选手。看起来7号这个林玉恩的这个基本动作相当的漂亮啊，在篮下得分，现在已经把比分拉开成了4比2。这球被对手拨了一下，在转身在篮下投篮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按照我们这一次元课3对3篮球比赛的规则呢，国中组的这个冠军赛啊，包括一般的赛事，从预赛、复赛到决赛，比赛都有进攻时间的限制。那么小学的部分就是不受进攻时间的限制。刚刚是勇敢牛在2比4的落后2分的情况之下呢，叫了一个暂停。这一次培英国中呢，他们来参加这个国中女子组的比赛，有2支球队打进了最后的14强，而 PYJH1 他们是最好的选手在一队里面，打进了最后的冠军决赛，刚刚又得分，已经比分拉开成了5比2。哇，长射！球碰到篮筐的3角铁，可惜球没进，再由红色球衣拿到，往篮下挤的时候，好，感觉上是有点滑倒，果然不错，裁判判走步犯规，走步违例，所以这个球要交给穿黑色球衣的勇敢牛队来进攻，来自苗栗，另外一支穿红色球衣的是来自新竹，长射球不进，10号。王延宁把这个球给抓下来，再交给队友，一个篮下上篮，球不进，继续把这个球给拿到，张林可欣，交给9号。现在是由穿黑色球衣的勇敢牛队来换人，5号的詹颖花上去，9号的杨维巧下来，9号杨颖之，这个地板球交给队友，没机会，再把球交出来，在3分线外再做传接，结果吃了一记火锅，被对手给拿到球。现在进攻一个长射，碰到篮筐的前缘，球不进，再被新竹的 PYJH 队给拿到。7号一个骑马射箭，球不进，对手拿到，长射球还是不进。那么今天这个黑色球衣的勇敢牛队呢，大部分都是用外线来进攻。一个长射球还是被拨了一下。9号有机会吗？还是球没进啊？2个人抢了一团，这个球应该是10号黄延宁在投篮的时候被对手给拨出去，要由苗栗的勇敢牛队继续来进攻，比赛剩最后11秒钟，应该要投一个长射，球不进，看样子红色球衣的新竹的培英国中有机会拿到这个比赛的胜利。裁判哨响，被判一个投篮的犯规，要由苗栗的勇敢牛队要来主罚1球。最后的0.6秒，应该算是比赛胜负已定。漂亮，这个球
最后的比分是5比3，来自新竹的 PYJH1，也就是培英国中第一队呢，以5比3立刻来自苗栗的勇敢牛队。当然也恭喜新竹的 PYJH1 拿到了这次比赛的冠军。我们是不是再把这个比赛的现场？好，立刻来做这个冠军的 T 恤的颁奖活动。好，现在要穿上的是冠军 T 恤。恭喜国中女子组！来，我们跟空拍机挥挥手，第3座总冠军诞生了！新竹的培英国中。当然，我们也要给竹南国中来自苗栗的选手哦，这个鼓励鼓励哦，这也是非常不简单。是，勇敢牛其实在打进这个冠亚军赛的时候，基本上跟3、4名是很拼的。对。哎，那因为前面的这个分组比赛呢，体力已经都耗尽了哈，所以算是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是的，好，现在是国中女子组也已经打完了，待会最后要登场的就是国中男子组，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全国总决赛最后一座总冠军——国中男子组。那我们也会即将在国中男子组比完赛之后，进行今天所有的颁奖典礼，也请啦啦队得奖的同学们也请就位，当然也请MVP 的同学待会在竞赛完的时候，我们赶快尽速列队，要来进行颁奖典礼。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甲场地进行国中男子组的总冠军赛。好，等一下要登场的就是国中男子组的冠亚军了。那马上在冠亚军国中男子组结束之后，请各位就赶快回到舞台前方，包含有我们现在就可以请啦啦队的伙伴朋友，也可以集合在面对舞台的右手边。待会就要进入闭幕式。现在移场地所进行的是国中男子组的30名季殿军赛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报告，即将进行国中组冠军战，由快很准对上大罗马。国中组季军战由旧豆马对上大成 AB， 在乙场地进行比赛。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好朋友，午安！今天我们要为您即将带来的是今天最后一场的压轴戏——国中男子的决赛，也就是我们2023年元客3对3篮球赛国中组的决赛。哇，我们来看看身材最高、穿黄色球衣的是大罗马队啊！大罗马队就是来自桃园的大成高中的篮球校队，他们要迎战的是来自新竹的。哇哦！ 漂亮！刚刚得分的是陈静杰，他是来自培英国中的选手。那么即将在今年夏天暑假结束之后呢，他就要去竹东高中上高一了。好，把这个球给救回来，一个过人传球，这个球给抄下来了。双方抢成一团，不过按照规定是3对3的规定是进攻一方要把这个 球权给防守的一方。好，大罗马队迎战我们穿红色球衣的快很准队，这个名字取得相当的有自信啊。其实他们个头不高，但是哇，这个3分球长射进，7号的刚赖永义得分，反而取得2比1的领先。旱地拔葱在 底线球不进，被身高188公分的黄秋浩抓到篮板球。赖永义在左边是出脚，压给篮下，晃一下，左手球勾没勾进。一个过人传球给8号的黄志杰，篮下插板得分，追成了2比2平手。
这场冠军战的确势均力敌，球被陈敬腾给抄下来了。陈敬杰刚好他的父亲呢，也是他们的教练。中距离跳投球不进，继续抓到篮板球，一个过人传球，陈敬杰一个胯下运球，动作相当漂亮，非常有 NBA 的味道啊！哇哦，闯过2个人群，在篮下，可惜球没进。刚刚上篮的是9号的彭姿恩，他即将在暑假过后呢，来台北的醒吾中学读书，目前是培英国中的3年级毕业生。球进，哇，取得3-2领先。现在领先的是新竹的快很准队。大罗马要做一个 S1， 没有做成，往篮下，哇，漂亮！篮下挑篮得分，打成了3-3平手。裁判刚刚是看。好，陈敬杰投篮球不进，队友黄志杰在拿到球，在篮下硬吃，可惜被裁判判双脚移动，要由大罗马队来进攻。现在比分是3-3，势均力敌。比赛刚好进行已经超过了1/2的时间。左手往篮下硬挤，方子琪球被拨掉，还好队友赖永义把这个球救回来，在篮下得分球不进，3个人在抢。哇哦，赖永义左手投篮，球蛮稳的啊，再度取得领先。陈敬杰一样还以颜色，往中间突破，硬取硬拿硬得1分啊，4-4的平手，还有罚球的机会。看这球罚球啊，每一球都非常关键，因为比赛太紧张了。这个球空心球，5-4领先。领先的是新竹的快很准队，来自培英国中的应届毕业生。左手往篮下硬挤，哇，漂亮！刚刚得分的是赖永义，是大罗马队的这个得分之钥，当然也是我们桃园市大成高中的篮球好手，再度打平啊，从2-2、3-3、4-4到5-5，哇，都是一直平手。哇，有机会往篮下，裁判哨声一响，造成了犯规，要有罚球的机会。陈敬杰的罚球，陈敬杰非常的有礼貌啊，跟裁判做了一个敬手礼，再罚进，哇，今天他的罚球命中率非常的高，再度取得1分的领先，6-5。赖永义骑马射进，球没进。快很准，要往里面切，哇，很漂亮的 S1。裁判判这球不算。进攻时间，这球是因为进攻时间违例，所以被判不算。现在只剩下1分09秒，69秒的时间。现在快很准队取得6-5领先，比赛非常的紧张。快很准队是来自新竹，那么我们来自桃园的大成高中的大罗马队应该算是地主队啊。他们之前呢在准决赛呢也曾经打败他们来自同校的队友15-11。那么刚刚快很准在准决赛是7-5打败了旧豆马，在最后的69秒钟要决定今年2023年元客3对3篮球赛压轴戏，也就是国中男子组的冠军，到底最后由谁脱颖而出呢？最后的69秒就可以一战定江山。好，现在有穿黄色球衣的大罗马队来进攻，方子琪交给赖永义，传给篮下，哇，漂亮，左手勾进，是黄秋浩，身高188，
再把比分给拉平，6比6。过人传球给黄志杰，哇，挺腰，球不进，把球给传出来。现在是大罗马队，有最后的40几秒钟，仍然是由赖永义刚刚滑倒了，是裁判判2个人争球。那么当然按照比赛的规则，就是由防守的一方取得控球权。最后的36.8秒，比赛非常紧张，6比6平手。快很准，交给9号的彭之恩，带一下，空中投篮，球没进，被黄秋浩给拿到球。身高188，是今天这场比赛在场身高最高的选手。哇，球没进，继续把球给拿到，再传出来。哇，一个左手上篮插板得分，在关键时刻增加1.3秒。刚刚得分是左手上篮的赖永义。这个没有问题啊，在时间到之前球进。7比6，在最后1.3秒，赖永义一个非常关键的上篮，把分数给超前1分。不过，这个比赛真的是非常简单，非常紧张啊。我刚刚按照刚刚这个记录台的这个说法是，刚好时间到，最后是赖永义再见绝杀，取得7比6，1分险胜快很准队，最后是由大罗马队赢得2023年我们元客3对3男子篮球赛国中组的冠军。恭喜大罗马队！再把时间交给2位英俊美丽的主持人。马上呢，有请我们冠军队伍穿上冠军球衣。与此同时，我们马上在舞台区就要来进行闭幕颁奖典礼了。是，我们恭喜大罗马获得2023元客青少年3对3篮球比赛国中男子组的总冠军。是的，那也请现场所有的来宾好朋友，我们回到舞台前方，还有我们各个队伍所有的冠亚季店，好，大家都先回到舞台前方，还有啦啦队的伙伴，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元客青少年3对3篮球赛的闭幕式，同时也是颁奖典礼。好，请大家先行就座，我们活动要开始了，我们颁奖典礼要开始了。那我们也请啦啦队的3组的获奖团体，以及我们国小男子组、国小女子组，然后呢国中女子组、国中男子组的冠亚季店4组的获奖的选手，当然还有今天的 MVP， 所有的选手马上到我们的台前右前方集合，马上。